哦，你跳起来就是子弹啦，你跳的位置就是子弹那个发射的位置，好好笑。我小时候很爱打这个。快点跳起来啊！小黎丽他的子弹啊！好笑，怎么那么好笑？危险！也是要射啊，跳啊，射他们啊！没关系。没关系，那你的子弹就是要对着他们发射。哎，你的子弹变多了，两发。我吃东西了。3发2发。嗯。